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7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29节，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允、答应、约定、承诺。也是应允，咱拢称作迄个 promise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军队伊的人嘛，得学习成做一个忠实的人。昨咱搁一摆用到这个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，讲到上帝伫迄个历史中间的保守、看顾，成做见证，也做应允的这个证明。互咱通学习坚定的军队，但是爱会晓伫顺服、遵守上帝诫命，毋通来背叛上帝，安尼就甲上帝的救恩来背离。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29节，提到着当初时的以色列人，因背叛着上帝，就离开上帝的应允。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荣光，万民就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的身上施行审判。对迄日起，以色列要知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列国要明白以色列人受放逐，是因为因的罪过，因背离我，就面越走，无看顾因。佮将因交互因的对敌，互对敌甲因抬死。我照因的误会甲罪过对待因，我面越走，无要看顾因。至关的上主佮讲：呾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，互受放逐的雅各的后代转来，要佮尽力来医护我的性命，因伫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。无受危险的时阵，因要袂记即过去所受的见笑，甲背逆我的罪。我甲因对敌的地自集起来，对列国带倒转来时，列国就知我是神圣的。我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后来搁甲因自集转来伫本地，无留甲一个伫外邦，因就知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。我要将我的神摒落，互以色列人，搁袂搁越当心，无看顾因。至权的上帝安尼宣布。上帝互亚伯拉罕入约，甲伊入约，想事应允的时阵呢，无人通去作证，所以上帝就家己作证。上帝既然应允祝福亚伯拉罕，伊就必定会来实践。就算是时间顶悬拖真长一段时间，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安尼讲：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，既然无比伊较大的通入世，伊就指着本身的入世，讲：我一定要来祝福互你，要加添子孙互你。亚伯拉罕熬吞论，所以得到的所有应允，因为人是只比较大的这个来入世，嘛用入世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。上帝爱遐个承接应允的人较实在，伊的计划袂改变，所以用入世来保证。伊的应允甲入世这两项拢袂改变，因为伊袂讲白贼。互咱遮个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，会得到真大的激励，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愿望。咱有即个愿望，亲像性命会打定伫圣所的帐里内面安全可靠。耶稣为着咱做先锋，已经先入去遐，照袂记洗濯的班厝做大祭司，直到伫永远。遮着耶稣基督正做大祭司，安尼的救恩也是上帝的应允，是赐予世间人的恩典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公正的判断是我要决意来遵行，我一定要来安尼遵守。
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喙欢喜献的恶乐，搁将你的规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爱。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尊叹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因为相信领受来得到祝福。求主坚固阮，互阮的信心坚定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